我今日發言嘅內容係完善法律法規，打擊非法工作，保障居民就業權益。勞工局早前公布咗今年上半年打擊非法工作嘅成效。數據顯示今年1至6月，當局係合共開展咗434次打擊非法工作嘅巡查行動，咁較去年同期上升咗2成嘅。期內係總共有447人次因為證實從事非法工作而被行政處罰，按年係上升咗2%，反映當局打擊工作較以往係更加精準到位，成效亦都係明顯嘅。本人對於當局持續打擊非法工作嘅努力表示充分肯定，亦都對辛勤執行巡查工作嘅人員係表示感謝嘅。非法工作不但係影響咗本地居民就業權益，亦都令到大部分守法嘅企業係面對住不公平嘅競爭，亦都會帶嚟其他嘅社會治安風險。雖然當局近年已經持續加強非法工作打擊力度，整頓勞動市場秩序，但係非法工作始終都係常打常有。因證實從事非法工作而受處罰嘅人次按年持續攀升，非法工作嘅形態亦都從傳統嘅地盤、餐飲、職業司機轉向近年更加頻發而且高度隱蔽嘅旅客來澳約拍、化妝、會展以及係演唱會黑工等嘅形式，不但係嚴重擾亂咗本澳勞動市場嘅秩序，亦都為當局防範同埋打擊非法工作係帶嚟咗重大挑戰。為此，本人提出3點嘅建議。第一係檢討修法，加強阻嚇力。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實施至今已經超過22年，而聘用外地僱員法生效至今亦都超過16年。有關法律已經嚴重滯後於經濟社會發展現狀，難以有效應對現時經濟產業結構嘅變化以及多元就業形態嘅發展。本人建議當局適時開展檢討修法工作，完善禁止非法工作規章中例外規定，避免出現濫用及規避法律條文嘅情況，調升罰則，提高非法工作違法成本，增加阻嚇力。第二，加強跨部門合作，完善打擊手段。面對傳統行業非法工作持續嚴峻，新興行業非法工作手法層出不窮嘅局面，本人建議政府相關部門加強溝通協作以及資訊共享，透過常態化聯合巡查、個案轉介等方式，形成多層面綜合協作執法網絡，因應非法工作形態嘅變化，加強網絡平台資訊監察以及非法工作情報收集，完善舉報機制，方便市民舉報。針對非法工作高發行業，例如職業司機等，適時調整執法策略，不定期開展專項巡查，確保打擊行動精準有效。第三，加強普法宣傳，提升各界嘅守法意識。建議當局聯同相關嘅部門持續加強法律宣傳，提高全體居民對法律嘅認識同重視，亦都要提高境外旅客對本澳法律嘅認識同重視，促進社會各界知法守法，共同維護本澳勞動市場秩序，保障居民就業權益。